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菲珍，又到我的好好运动的时间咯。一下我的等菲珍老师先来做运动。一开始我的来两只脚打开，好，同样的髋关节同样按开来吸气，吸气，吐气，把你的身体往上带，等好，慢慢的不用松下来。好，吐气，再一次吸，做到等候，好，慢慢的吐气。好，接下来我们来松我们整个背部的筋膜哈。好，来看哪个侧面哈，来一样，慢慢的下巴收，好，一节一节的，然后要等为背弄，然后到腰骨，好，个思路要到位，慢慢的不用松下来。一面走一面调整呼吸，好，要的个膝头做的微弯，好，不用松，要的为膝盖，然后再慢慢的下来，第一摆先慢慢的再走，再松来，好，一节一节的调整呼吸，然后到我们的肩膀，整个身体，等候，好，走一摆，慢慢的吐气。一节一节，从要的背弄，好，从肩颈背弄，慢慢的到要的腰骨，一节一节的放松。我会知道要的背弄，要的为太脚臂后背，到小脚臂后背全部都会很有一些很的感觉，好，就让他自己放松。来用技术，好，互相抱着。好，头点头，放松我们的头部，还有颈部的肌群。好，转头，一样调整呼吸。好，再不用松，慢慢的一节一节，从我们的背弄，腰骨的地方，一节一节，再慢慢的起来，然后到肩膀。然后双手往上带，肚子数一下，再往后，等候，肩头再不用强松，今天我要的为暖身，就先做到要到位。暖身完，等菲珍老师继续来做运动哦。今天我要的我带大家做的，有没有听过马鞍臀？好，马鞍臀呢，当然都会做三副跟它压到就特别的凸出来。呢，接下来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削这边的马鞍臀。好，我要的平躺在垫子上面也可以。好，因为有的人可能不看模样种的气味，哈，人家的就先按你做轻轻松的动作，两只脚准备出来，哈，要记住哦，我们的髋关节垂直我们的地板，哈，两个手呢都动轻松的，你不用到侧面，好，很简单，上面的手支撑住，好。然后慢慢的把我们的脚抬起来，看一下哦，肩膀、髋关节、膝盖到脚踝，轻后一掌侧嘞，好，侧嘞直线，好，稳定住，然后下，可以的话脚尖压下去，再秒次空的压到位，这里就是我们马鞍臀最常出现的地方，好。就用压到位，有的人安尼挺头的呢，其实吃到讲好酸哦，哈，安尼练没有好哦，哈，好，慢慢的往下，往上，做5摆好吗？好来5摆，走太太发，往下脚尖点，收回来，脚尖勾自己，6，等候哦。用控制哈，抬的高度呢，好，不是太高，我们大概到45度、30度之后，就都有感觉呗哈，没错，6、7摆、8、
然后哦，有控制的，整个大腿外侧才会有感觉哦。它就懂有感觉哎，观众朋友是不是也是很酸？对，加油，再5拜，很好，调整呼吸，再3拜，加油哦，6拜，我会吃到哇，大腿外侧热热的。好，停留在这里，好，长凳哦，1秒1嗨，哇，真的很有感觉。好，然后把你的脚哇收回来，哦，就是大腿外侧这个胆经这个地方，好，做特料，慢慢的红起来，我们先拉一下，抱着它，身体拉直，然后身体转。好，做侧面给大家看哈，头下要做压几脚，好，师傅坐下来，然后把我们的手拿凳底，然后身体转向我们的左边，哇，好酸哦！调整呼吸，整个臀部、大腿外侧都被延展。动简单的动作，不过动友好哦哈。好，左腿压边变这么漂亮了。另外一边也要来练哦，好，一样慢慢的平躺下来，两只脚靠挺，因为懂你哦，身体就往前，这个角度不对，练的都会大腿会越来越粗哦，不行哦哈，要记得哦，身体一直线，好，固定好，如果你膝盖要比较稳定，弯曲也没有关系，轻松也会检查整个髋关节。垂直地板，膝盖、脚踝一扎侧线，尤其是我们的脚尖一定要对着前面，如果你往上排 C， 大腿会越来越粗，那这么多也要哈，所以它的角度很重要哦，好来，15拜。可以的话，先把动作做稳定来，去感觉一下，也给也到位马鞍臀、小马鞍臀的动作，非常好。竖长的黑周的来吧，再加上小腿压下去，收回来，压下去，非常好。调整呼吸，轻呼。调整呼吸哦，往上吐气，往下吸气，非常好。身体夹着一直线，调整呼吸，等候哦。轻呼5拜，最后调整呼吸，加油哦！大家做到等候哦。轻呼6拜。好，撑在上面，你感觉这边有消脂脸这边的那个游泳圈全部都有感觉所以它是一体的马鞍臀在这里。做完，拉筋一下这个整片大腿、臀部的外侧，只会要再点。好，那我们做完要赶快来拉筋一下。好，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右脚跨上来，身体先把它拉直来，因为要等会做数。好，板凳右脚，然后可以的话，屁股尽量坐下来。哇，好酸哦！哇，好慢慢的转向右边，哇，超级有感觉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也一定有感觉慢慢的走，当一安呢。等，等会节目的用途等走你的马鞍臀就会消掉非常好，身体打直，好，非常好。好，T 拜的先走，没有任何的器材的。接下来呢，用波速球会吃到它强绳哦，一样我们把身体侧面撑在上面，撑住，同头同走。还强用你的手也撑好，检查你的髋关节、膝盖、脚踝也是一个直线哦。好，记住两个脚尖
一定要朝前面，不要朝上面。朝上面就摸，你要太脚臂呀，到位都要处理好，没要消马鞍臀这里了哈，所以这个地方要很注意哦哈。好，来手支撑住，好，应该讲啊，降紧动哦，唔好用哎，你就这样子撑着，啊，也很放松啊，竖长后来，好稳定住，好，只要在训练我们的2只脚，哎呀，都后尾踢缝呢，你还可以练下面的脚，把上带上来，好，下下上上，连大腿内侧都有感觉，下，好，因为我们堆积脂肪的地方，大部分呢都是大腿外侧，好，大腿内侧、下腹，好，跟屁屁，好，所以我们这几个位置呢也是很重要。调整呼吸，很好，上下下，非常好，上上下下，然后呢，我们再加上太空漫步。好，记得要注意看了哈，我们的骨盆是没有动的。好，要在动作一定要都人家就会保持球的动作，这样较好做，较好练到哦哈。它同时，好马鞍臀之外呢，好它的大腿内侧没有练到哈。但是呢，懂东西做呢，得用 fin 呢，哦这样不对哦哈，因为我们身体会不稳，好不稳定，训练就不会练到我们的整个稳定的核心，所以连你的手改撑在这里。好，就会感觉很多，好，非常好哦，加油！好，现在可以的话画圆，画4个圆，好，不用太大，但是呢，速度要放慢控制。好，反转，2、3，哦，超棒的，好有感觉。好，练完了，好，要弯片。好，要做片练起来，要来弯，要在 U 片，好，要做到 boss Q 上面呢，好，漳州的练斗的通掌，哈，胸用侧面撑住，好，嘿呀个杠紧啊，应用那方竖住你长凳，好，2只手，不用下背较稳，不用荡高，好，强度有增加哈，还胸用2只脚。好，一开始你可以先练上下哦，胸用哦，有没有注意我要的脚尖还朝哪里？没错，朝前面。好，看一下，好，脚掌，好，那可以的话呢，我们再加上2只脚，要片有较模稳哦，哈，表示是要到位，好，再调整一下，哈，手撑住，上下。下很好，上下，好，动作总的练法，大家都会练习吃口呢。好，然后太空漫步，好，脚尖都朝下，好，手撑住哦。慢慢的水平的移动，等候哦，非常好。都在水平上面做好，然后顺时针，调整呼吸，好，逆时针，非常好，好，做特高，的先来做一下拉筋的动作，好，把你的脚伸直，吸气，好，慢慢吐气，再拉一下，手掌放松。整个身体放松，大腿外侧，好，跟臀部被延展。好，做完我们换边，吸气，慢慢吐气，一样放松，感觉整个大腿外侧被延展。好，大家做到等候哦，我们休息一下。